總庭嘅無日得安理閒，執法我如山，清罪夜班，刁民嘅狡猾，淫兇嘅殘，足證民風用豪刑，遠道風聞經喪膽。本官無石縣令過於急，我到任以來最中意就破疑難案件，雖是刁民狡猾，也難同我精明慧眼。所以上至巡撫，下至黎民，無人不讚我英明判斷。今有油葫蘆一案，人贓物證，15貫前已呈堂上，人來，出。知道。人有命，眾街坊上堂。拜見青天大老爺。大老爺。起來講話。謝大老爺。各位街坊，死者屍身誰發現？快將詳細向我談啊！稟大老爺，有勞作晏，從親戚處借來15貫次，請我代他賣豬開店。今朝我到他店前，只見油佬已被人殺死，其女兒也不知所蹤，15貫次一從此失散啊！既然兇手已逃亡，試問如何將佢擒捕返？大人，在荒郊道上，死者女兒與一男子同行，那男子身上正帶着銅錢15貫。小人等見人證俱在，所以將佢兩人緝捕歸還啊！洪有蘭身上帶有15貫錢，是啊！兩人一同上路，一定係私奔。此案都已有眉目，洪有蘭如蘇樹蕨，早有奸情，故意謀財害命。梗係啦，再講各街坊，你們先行回去，若有疑問，隨傳隨到。英明果斷啊，大老爺。
15貫前為鐵證，貪淫少女做藏奸，任他是百變狐狸，也難逃本官慧眼。人來，大掃樹決。因何不提頭？有罪不敢。抬頭一看，謝大人。低頭。蘇士傑，你艷麗有如花燦爛，早已招風野蝶攀。一定你偷歡能破綻呢，被你心嚴加法趕走你嘅心上啦。哎呀，冤枉啊，大老爺！我說冤咩枉啊？我來問你，你父姓尤，因咩事你姓蘇啊？只因我生父早喪。我娘親改嫁，帶我同住尤家，我未改父姓，故而姓蘇。我說咁就湊啱出臭草。你既知尤葫蘆並非你生父，所以你懷恨於心呢？常言包天騰息嘅膽都冇才，害命把歡他，你天生一對陰邪眼，何嘗荊棘見憂難？哎呀，大老爺，方才小女子所講嘅言辭，句句都屬實嘅。賤丫頭，若非你冇預備後才，你又快快招供，無謂如斯口硬。況且街坊鄰里為證啊，難道本官冤枉向你為難嗎？大老爺呀，可恨繼父把金馬他，是身世差，清官15萬佢罵呀我作丫鬟，我不願為奴，徒生離劫難，誰料飛來話我累人累恨復望明鏡多餘，入血塵愁苦
看你小小年紀，心如蛇蠍，借詞掩飾，竟然欲掩飾你嘅罪名。哦，你說到15貫，乃是你賣身之前係嘛？係啊，大人。據街坊言道，這15貫錢係你父親去親戚借來嘅。估唔到你膽天膽大，借詞推搪，掩飾罪名。如今證據俱全，樣樣皆有，人贓物證，還不招供，等待何時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老爺！官啊，執法仲如山，莫怪官心腸如鐵硬啊！人來，下刑。冤枉難消招也不招，收。犯法分離去了，量繩灌繩，明他拿押收。還押上來。冤枉啊！人來，讓他收監。三目閻英下，景惡於隨間。人來，大奸夫。知道。下跪可是洪有蘭，正是因何不抬頭？有罪不敢。我叫你抬就抬，低頭，粉面油頭，定是招風野蝶。我來問你，你蘇樹娟早有奸情，謀財害命，快快從實招來。大人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啊！我從蘇州來，趕往常州將貨辦，巧遇女子迷途，佢話將親他既然順路，可同行。我與佢素昧生平，非虛犯，那15貫錢係貨款，趕往常州買貨還啊！同福珠是我主人，沿住蘇州越來山。人家明法。大人明法啊！有洪有蘭，你說到你由蘇州往常州啊？係啊，點解你遲又唔去，早又唔去？啱嗰個時候至去啊！大人我再問你，你說到要蘇樹娟，
兩不相識，點解佢個個都唔問路，偏偏又問你啊？哎呀，空有難啊！講到我15貫吧。你說15貫錢係貨款？係啊係啊係啊！哎呀，點解又得咁啱啊？與死者失去數目相同，你一定是個殺人犯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。方才蘇雪娟已經招供，快快從實招來。冤枉難招啊！於此刁民，不打不招，人來下刑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開恩啊！大人，大人。哎呀！萬公心難抵受，皮開肉裂血斑流我來問你招也不招，縱使打死小人也是難招，打死你都難招，你小刑可來，大刑難捱。若不招供，人來夾棍安排落夾棍。招也不招，冤枉難人來交涉。睇到大人，犯人受刑不起，昏迷去了。涼水半醒，叫他滑滑。哎呀！歌壇冤情似海深，但覺神之模糊，雲漸散人來收甲。一宗案件不消3言2語，判得明明白白咯。善惡判分憑慧略，深嚴刑罰，經命還兩